其實菲律賓以東係咪真係有一個地啊？咩地啊？95隻腳。打！呢個地啊，95隻腳，將會發展成為今年第3個颱風鸚鵡。呢地啊，95隻腳。我向東北移動。95隻腳。EGFS。意思預測同樣為新城熱帶氣旋，明係95隻腳，佢係增強為一個熱帶氣旋，命名03W， 03W 係2603鸚鵡。像鸚鵡會向住東北移動，因為副熱帶高壓向較北位置啊，佢呢個地區，佢轉向東北移動，沿住副熱帶高壓值移行啦。可增強為 SC，每小65公里每小時至到75公里每小時啊，公里每小時風速。現美國聯合國上日已經編為95隻腳，係同95隻腳可能成為2603，命名為03隻腳鸚鵡。然後再睇埋隻佢都係向東北，呢個95隻腳會發展成為熱帶氣旋，會向東北移動，對香港造成極低影響呢。